美国这位前国务卿蓬佩奥明仔载会到台南，甲市长王伟霆做伙来食豆。台南归仁有一间店叫做阿永家漂亮庄园，讲就是要请蓬佩奥来这间食上界正港的台湾菜。总铺师是阿永师，有一个外号“板岛界的蓝霸天”。两位前总统李登辉甲陈水扁拢曾经是伊的贵宾。因为蓬佩奥唔食海产，所以这届主要拢是肉类的料理。虾仁肉丸，再甲鸭饼啊，变成一个金钱的饼。飞机上靠虾仁，叶甲真值钱。主角是虾仁。下落去油鼎前，一个酥酥脆脆，接落去可以烤，用刀切落去拢是鸭。这样金鸡饼是明仔载要请蓬佩奥食料理。我无爱有我咯，我要一条种素肉。到店个真油跟嫩的猪肉，搁放咸菜、土豆粉，在地点心挂包毛写伫咧菜单内底。做刷口，做顺口安尼，我这真好安尼好啊！展现咱台湾的汉堡跟西方的汉堡都要无共款啊。蓬佩奥明仔载会去台南，和台南市长黄伟霆做伙食豆，配合宾客无食海产，所以总铺师会传真侪肉类，亲像10杯昂式牛排、香排、金鸡饼、佛跳墙、粿翅、挂包、米粉炒，点心是杏仁雪蛤。这摆主食总铺师阿勇师有板岛界蓝霸天的外号。一寡小细节注意者，一寡大方向，阮拢配合用好势啊。8岁的第6辈板岛土炭，18岁就出师。前总统李登辉、陈水扁，还有前第一千金陈幸福，台南的婚宴嘛拢是叫伊来办的。板岛办甲出名，虽然是伫咧路边食倒菜，不过为餐具、搞料理拢真讲究。敢有咧现磨现人啊，弄一寡水虾，佫无共款，弄一个咱的台湾的鱼啊，特别的安尼，无共款啊。伊有台湾的一寡料理的元素伫内面啊。捧出手路菜请人客，这是老师傅对台菜坚持，且当做个这么端调。这摆请台南有名的总铺师主导，就是要用在地台湾菜，和蓬佩奥愈爱台湾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